咱来看这条，敢是算是茶米换番薯咧。讲到这违规记点加检举制度，已经引起民众埋怨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，交通部已经伫咧检讨，这罚款伫咧1200块以下交通违规拍算无被记点，民众检举违规也无要来甲记点，也拿这检举项目也当咧检讨。针对这部分，台北市计程车工会肯定政府的做法，不过民间团体认为讲，这款的措施等于是交通安全大退步。路边含人排做伙临时停车，搁危险驾驶，去汽车无停等行人等等，民众只要防开罚单，嘛会做伙防记违规的点数。那一年来加起来92点，就要吊扣驾照2个月，引起计程车货运这职业驾驶不满。我让车子开过去，然后我刚好停在那边，然后可是客人硬要开门上车，然后后面一检举，那即使我就无法避免，我也不能客人要上车，我不能上车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讲，当地建议未做无记点，就是未来罚款1000以下的交通违规无要记点。另外，民众检举的违规嘛拍算无要记点，检举的项目即嘛拢在检讨。检举达人记点的制度，现在预计就是这一次的立法院能够大家立法委员尤其3党再来讨论一下。超速，如果今天闯红灯，这个是我驾驶个人的问题。那这样子的罚则或这样的记点，绝对是我应该要去承担的。可是如果今天是因为道路交通的设计的不良，或者是所谓的消费者造成的行为罪责，全部在职业驾驶上面要去扛的话，这个就是太过了。不过，民团认为讲，当初是会做记点制的目的，就是要淘汰无责任的驾驶。即马交通部这种宣示，对行人安全和交通安全，完全是在行回头路。记点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配套了，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对于交通的违规的处罚，其实本来就已经很轻的这样子。那记点是稍微加重一点，那你现在把这个比稍微加重一点全部拿掉，那是不是又走回头路？林元敏讲，台湾当年差不多有3000人是因为交通事故死亡，其中行人伤亡差不多400个，大部分的死亡原因拢是因为无责任的驾驶违规造成的。行人是交通环境内面上脆弱的一部分，未做无记点若上路，恐惊会让行人死亡率阁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